2、3日都聖誕到了，聖誕係咪呐？聖誕都係講我上帝嘅愛，因為在呢個約翰36節係講到，因為上帝嘅愛安體統攝呢個世間嘅人類，所以佢派一個例子下嚟救出家，死在十字架，3日然後佢復生，係嚟相信耶穌基督係一個救主，死了贖一罪。復活也係為了自己得到生，其實相信佢啥，信任佢啥，得到永久嘅生命。也就係講到聖誕，上帝嘅愛安體嚟到世間呢啲係啥相信佢呢個取定下面嘅，呢一個上帝都做出最好嘅本質嘅人類得嘅公平嘅上帝，世界又得到，全世界嘅人類又得到，世界要入心去相信，要入口去信任耶穌係個上帝。耶穌係救主，佢就得到永久嘅生命。感謝主，透過呢一個聖誕，係使要謙卑信任耶穌做救主，耶穌做嘅上帝，即刻得到最好嘅恩典，就係永久嘅生命。阿門。